嘅失敗，所以冇辦法相信你哋嘅實力。希望你哋同大名鼎鼎嘅偵探比賽下啦。時代背景就係1886年倫敦嘅必卡街，大偵探福爾摩斯住喺嗰度。佢同埋華生醫生並肩作戰，破咗好多奇案，受到全世界嘅人讚賞嘅。好啦，而家就由你哋代替福爾摩斯去解決嗰件案，睇下結果又會點啦！哈哈，祝你哋馬到功成！哎呀，弊啦！魔東黨又發出信號啊！司令啊，希連堡突然間收到魔東黨嘅秘密通訊啊！好啦，你哋唔需要再猶豫啦，即刻採取行動去阻止佢哋啊！遵命。阿奇啦，西佢哋究竟走咗去邊？唔知道啊，一直都冇辦法聯絡佢哋啊。照咁睇嚟啊，可能俾摩東黨捉咗佢都唔定啊。咁搞法好麻煩啊，因為摩東黨好殘忍。咩話？激死我啦！一定要嚴厲處置佢哋先得。哎呀，唔好講咁多，成日安排好特訓課程，聽唔聽到？聽到啦，司令。呢度就係1886年時代英國倫敦郊外嘅老泰晤士別墅。請入嚟啊！老爺啊，有幾位人客嚟咗，其中一個係福爾摩斯啊。哦，啱啦，我就係等緊佢，請快啲叫佢入嚟。係知道，請你哋過嚟呢邊啊。唔該。歡迎歡迎，要勞動你嚟呢啲鄉下地方，真係唔好意思啦。在下係泰晤士，請大偵探多多指教啊！本人係福爾摩斯啊，專程嚟拜訪老先生嘅。呢位呢就我老朋友華生啦。呢位呢就我嘅秘書，佢叫美麗小姐啊，佢哋好幫得我手噶。咁多位千祈唔好客氣，隨便坐啊！係。請問你叫我哋嚟有咩吩咐咁呢？咁樣嘅，我不過係預先請你哋嚟嘅啫，好想你同我破案。不過件案仲未發生噃。點啊？我聽到佢一頭霧水喎。請你睇下上邊。哎呀！呢盞呢係我哋家傳鑽石水晶燈，聽講市價值成幾十億㗎。究竟老泰晤士先生嘅心意係點嘅咧？等我詳細啲講俾你哋聽啦。原來喺佢別墅附近呢，最近頻頻有不明飛行物體出現，好多農夫我都見過，仲傳說話對方係有目的而嚟嘅添。原來呢，佢哋係想攞鑽石水晶燈喎。泰晤士先生初時唔相信啦，後來佢就有啲擔心啦，於是為咗安全，就請福爾摩斯嚟，希望借助佢嘅力量